知名歌手王心凌有着甜心教主的封号，不仅发过许多张专辑，也唱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。2003年出道的她，今24日在 IG 上发文，表示为了感谢众多粉丝16年来的支持，将在今年6月展开2019全新巡演。许多看到文章的粉丝都相当期待，更恭喜王心凌出道纪念日快乐。王心凌今24日在 IG 上发文，表示2003年的今天发行了第1张专辑，对她来说是正式踏入歌坛的第一天。出道16年以来，也拥有许多大家喜爱传唱的歌曲，还感谢一路上遇到的风景和好人，更感谢粉丝一直支持着我，毫不犹豫往前走的原因，是一路陪着我的灵宝们。王心凌年前才刚结束新专辑的宣传，就有不少人询问什么时候要再办演唱会。为了回应大家的期盼，她兴奋地在贴文里表示，在16周年的今天，开心的要告诉所有期待已久的歌迷朋友们，波浪号2019全新的巡演即将在6月份展开。她还说，这是在个人演艺工作迈入17年的第一天，送给大家的礼物，并透露演唱会名称为2019 Cindy Loves Earthing 爱心灵巡回演唱会。而筹备演唱会将是个忙碌循环的开始，更是未知的挑战。但王心凌仍相当期待新的巡演会是怎样的风貌。我们正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中，我期待也紧张。新的巡演除了大家喜爱的回忆杀之外，会有的新元素，最后更感性的向粉丝喊话。我相信所有一路以来陪着我的灵宝们，依然会是我背后最强大的力量，支持着我完成这一切。这是我出道16周年送给大家的礼物，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。让我们继续守护彼此。实习编辑斜线陈柏良。